小吉，你好，我来盘里出人叔叔，你系出人带肉出风车。好，请你等一下。你好，请你那人看波卡老肉蛋呢？到隔壁肉口两肉个，你系种准分先生嘅灰煎蛋，而肉灰煎日期系6月14號，就先頭嘅8煎32號，記得到咗來本日先看哦。什麼？唔是客氣。你好，你係愛先生嘅肉蛋呢？麻煩你。請問我先生按到乜嘅名啊？愛先生按到種準分。有種準分先生嘅看波卡麼？有啊。是麼？請等一下哦。這係日禮拜嘅肉啊，這隻雞同肉日24度，3寸18個後，流水目前，肥肉28盤時日13度。記得咯，雖然是肉啊，還係要注意，3分是肉，7分調理哦。請問是肉嘅要注意乜嘅事情麼？要注意是包裝時，差唔多是包半點鐘邊呢。了解。麻煩你啲評分出現準備父母表改用肉指頭兩位，收回高價兩爛當背簽名。好嘞，什麼呢？講對了。